这是咱三个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8节到第9节。以赛亚书55章的第8节到第9节，好合本伫867页，其他的版本咱家己请看经无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以上，这是要邀请咱所敬聘的树林长老来传讲今仔信息。伊要讲的信息是带来幸福的思想。愿你们平安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逐工咧为着咱祈祷的时阵，我拢会讲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凡事亨通，身躯勇健，灵魂嘛勇健。请咱甲边仔头前后壁人讲，祝你凡事亨通，身躯勇健，灵魂勇健。祝你凡事亨通，身躯勇健，灵魂勇健。信靠上帝是受祝福的。信靠上帝的人，照10条诫第2诫甲咱讲，上帝要祝福咱的行行顺顺到伫千代。所以咱信靠上帝的人，会得到千代福、千代福。像甲你的四周的人讲，你有千代福，你有千代福，你已经得到千代福，你已经得到千代福。人生有几个50年？大概即摆人拢讲1年，咱明年要过50年，对毋对？所以我的节已经煞转来，咱大家拢知影吼。因为我真欢喜要来甲咱过50年，所以咱甲四周围头前后壁人讲，边仔人讲，明年咱要做伙庆祝50周年哦。来，明年咱要做伙庆祝50周年哦。阿门，阿门。马信是害人的。伫南部有某一个山，因为有一段山路附近一树木，所以迄个下面较湿啊。老大人行过遐的时阵，透早拢会去爬山，暗时嘛去爬山。总是因为迄个所在较湿，所以有遮个青苔，无场地会去掘倒去。因为伫遐掘倒的人，拢活袂过3年，就死啊。所以后来就流传咯，讲吼伫遐掘倒，拢活袂过3年。一个阿伯吼，60多岁，伊无场地伫遐跋倒，跋倒了伊就伫遐烦恼，讲我吼害啊，我活袂过3年呢。逐工烦恼，迄个1年过2年过，到第3年愈来愈烦恼。伊一个孙仔读1年，看到这个情形就讲阿公。你是咧烦恼啥？伊讲人就讲吼，伫迄个所在若跋倒吼，有无咱迄个山遐跋倒拢吼，敢若活3年若行。所以我今年是第3年。这孙来讲，阿公，你是讲若伫遐跋一倒，拢会活3年，对毋对？用是啦，用安尼哦，安尼你去遐跋一倒，你就搁活3年。这个阿公的思想是一个无变通的思想，这个孙吼足巧，对毋对？这个孙讲，你搁甲跋一倒，就搁活3年。迄个阿公真正，逐年都去遐跋一倒，3年没到就要跋一倒，到即马80几岁嘛还活咧呢。咱伫即摆，咱真重要一个思想，就是爱有带来幸福的思想。咱的思想若无变通，要留伫旧的迄个思想，安尼真容易影响咱的人生。所以，人若拥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就会成做逆转人生的力量。看后一张，人若拥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就会成做逆转人生的力量。下面一张。来，
甲你头前后壁边的人讲你要拥有幸福的思想来，你要拥有幸福的思想，你要成做逆转人生的人，你要成做逆转人生的人。我看你一世人拢真好命啦，甲边的人讲来，我看你一世人拢真好命啦。阿妹，人的人生受到思想来支配真大。箴言23章第7节安尼讲，因为伊的心怎样想，伊的做人就怎样。咱的心内若常常有正面的思想，就会充满愿望、喜乐、平安。若所想的拢是遐个负面的，就有失败、罪恶甲不安。心内甲在甲咱讲一个人一日伫脑海中间安尼闪过的思想，大概有2万个。咱毋知遐济吼，但是99%拢是一般甲歹的思想，敢若1%是好的那点。所以，咱会通对圣经看到，上帝甲咱讲，咱爱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咱嘛爱有带来幸福的信心，然后咱会有带来幸福的美梦，最后咱要用带来幸福的言语，就是圣经的话。甲伊宣告，就要完全正。所以今日我用带来幸福的思想，甲咱三甲来思考。以后若有机会，就要带来幸福的信心，要带来幸福的美梦，嘛要带来幸福的回忆。伫以赛亚第55章第8节到第9节，上帝安尼讲：我的念头，毋是恁的念头。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，天怎样较悬地，共款啊！我的道路较悬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用上帝的思想来思想，安尼咱就要过幸福的生活。所以咱都要学习用上帝的思想去思考，就会有不得了的代志要发生。请你甲边仔前后人讲，咱开始用上帝的思想来思想。有新业要发生哦，请恁讲来，有新业要发生哦。思想是真重要的，上帝说咱会通改变环境、人生甲灵魂境界的第一个要件，就是思想。思想看袂到，袂互时间、空间、环境来影响，咱会通思想做些代志。真侪代志，咱拢伫少年的时阵思想的。咱要有几个囡仔，咱要买怎样的汽车，咱要买怎样的厝，后来一项一项都实现伫咱的生活中间。所以思想袂受到任何代志的限制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所看见的物件，拢是咱较早思想所得到的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现在开始，你嘛就要开始个思想较好的啦，毋好停留伫较早遐个。你若思想较好的代志，上帝就要甲你成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总是咱人的思想若偏往负面的时阵，就会发生负面的代志。亲像一个人若怨恨另外一个人，安尼就会产生负面的代志。负面的事会毁坏家己，并且互咱的生活完全变质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耶稣甲咱讲，着听你的对敌，替遐个歹款待你的人祈祷。所以咱爱遵照耶稣的命令去听对敌，赦免你的对敌，为伊祈祷。安尼毋是干那为着对敌好，佫较重要的是为着你家己好。圣经嘛甲咱讲，你若大肚开喙，我就要甲你充满。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，一定爱思想较大的代志，毋好吼祈祷遐个安尼细项的，咱祈祷较大的，上帝要甲咱充满，上帝要甲咱成。当咱人若有无健康的思想的时阵，就用圣经的话来医治。你要求的毋是一般的代志，你所要求的是佫较大的代志。
经过上帝的话，咱会通得到正面的思想，然后借着祈祷甲具体的目标操练，圣神会将咱的思想甲具体的代志结合起来，互伊成做事实。所以讲，带有幸福的思想是逆转人生的起点。带有幸福的思想是逆转人生的起点。所以咱现在开始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带有幸福的思想。当咱要安怎做呢？咱就要重新建立幸福的自我形象。伫人的内面，常常会有一款会刻画家己的自我形象，定伫咱的心内，不管咱有意无意，咱拢会照这个形象去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安尼，咱的讲话、咱的思考、咱的行动，拢会照咱的思想。因为安尼，咱甲人的气接，拢会照咱的思想。自我形象若毋好，就产生毋好的后果；自我形象若真好，就会产生真好的后果。所以人若要重新建立自我形象，就要大先迄角单调，抛弃所有负面的自我形象，就是讲中毒的自我形象。兄弟姊妹，你有中毒无？也毋知哦。所谓中毒的自我形象，是因为犯罪，互人沦落，成做魔鬼甲罪的奴仆。迄个形象就受扭曲，亲像中毒共款。有安尼的自我形象的人，是去互罪恶、歹习惯，甲伊束缚，互情欲束缚，互酒精束缚，互贪财束缚，互脸书 Facebook 束缚，还佫有请你毋通笑，互 game 束缚。game 恁知毋知？足侪车顶咧看咧滑手机诶，吼，拢是互伊束缚啊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要脱离这个束缚，咱就爱靠圣经的话。圣经甲咱讲，凡事我拢通，总是无拢有利益；凡事我拢通，总是无拢造就人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3节，咱就爱甲这个中毒的自我形象，拢甲伊迄掉，咱就会成做幸福的人。第二个，咱都要迄条遐个无不幸的自我形象。有个人常常认为讲，伊无互人疼，伊受到人讨厌，受到同事甲社会的排斥，无人欢喜我，无人疼我。安尼想的时阵，就会将家己孤立起来。伫即种的心情的下面，逐日就会过流目屎、怀恨、愤怒、不幸的生活。所以咱要甲不幸的自我形象迄条。第三，咱要甲破病的自我形象迄条。有个人真惊破病，咱今日去病院看，病人足济，有就要排几来月日，甚至排一年，才会通要互咱所爱迄个医生看到。因为伊的心内定定会想讲，我真虚弱，我天生的体质无好，我无法度通健康。那安尼想的时阵，真正真恶劣，对病痛的中间来得到讨伐。所以咱爱迄角单调这破病的自我形象。第四，咱爱单调这失败丧向的自我形象。有人看见家己真无才能，拢爱看迄个背景。认为家己是失败者，无法度通脱离丧向。家己认为讲，我做啥物代志拢袂成功，兄弟姊妹，爱家迄条。智利这个国家有一个山脉叫做安第斯这个山脉，伊伫遐蕴藏真济，而且铜甲天然资源非常丰富。总是智利的百姓吼，伊拢认为讲，因个国家无法度啦，因真善良啦，因为因的思想就是安尼讲，哪有可能？阮通会变做好嘢，袂啦。阮
安怎，拢是想遐负面的代志。美国的科学家讲，阮甲你开采出来，互恁的百姓过真好日，总是因用怀疑的心，伊也咧想讲，敢有安尼？敢有影真像安尼？即摆，因为因无法度通脱离这失败丧凶的自我形象，所以因今仔日生活犹原是丧凶甲失败。丧凶甲失败的自我形象，咱一定要ฮ็掉。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咱放杀天顶的荣华富贵，诚做丧凶，要因为伊诚做丧凶，互咱得到好业。所以咱是好业的人哦，因为耶稣已经要互咱啊。甲头前后壁边的人讲，你是好业人哦，你是好业人。阿免。第五个，咱就爱迄觉这个自卑挫折的自我形象，有人常常会互人轻视，拄着难题时，伊就毋敢讲话，毋敢行动，这个拢爱对脑海来堵去。因为耶稣疼你，咱逐个人拢要对伊得到平安、喜乐、幸福的生活。不管你相信还是还未相信伊，耶稣疼你。因为你是为着要接受上帝的疼来出世的人，你是为着要接受上帝的疼来出世的人。伫这个世间吼，毋是玫瑰花它是花啦，樱花嘛是花呢。毋是玫瑰花它会美化环境，樱花美化环境佫较大呢。我伫高雄市政府的边啊，伊遮个花坛吼，路边的花坛拢种樱花。一片拢是樱花，非常的水，拢无种玫瑰花，因为玫瑰花爱养肥啊，养肥了就，迄味就真无好啊。但是樱花毋免，伊倒厝甲栽落就会活起来，倒厝甲采落伊就会安怎生甲足美丽，尤其几大片的时阵，拢真美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爱单调遐个无好的自我形象。因为你是上帝所疼的人，甲边仔前后的人讲，你是上帝所疼的人，你是上帝所疼的人。对面咱所讲遐不幸、失败、自卑、挫折的自我形象，会真容易互人产生一个自怜的心态。自怜是非常大的罪，咱一定要知影。所以咱的人生，咱是王子，咱是上帝的公主，咱唔应该搁再自怜啊，唔应该搁再自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开始爱建立，重新建立无好，重新建立咱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因为咱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。甲边仔前后人讲，你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，你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。阿免。既然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，所以伊甲咱同在，所以伫咱无有恶正的事啦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伊也甲咱讲啥？讲来，若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拢变成新的。兄弟姊妹。咱用这节的圣经要来重新建立上帝的思想。幸福是对你的选择来，你要怎样选择？你若选择负面的、无好的思想，你就无幸福了。总是你若选择正面的、好的思想，你就会幸福。因为负面的自我形象有负面的后果，就是无幸福。那正面的，就是要带来咱的人生的幸福。所以咱才对这负面的代志，甲伊迄条来用好的思想来思想。听讲上帝捌到伫印度，印度吼，上帝讲印度人拢真丧凶啊，拢毋捌我，所以他会丧凶啦。到处拢是这个乞食，上帝一边就到伫印度就看到一个乞食，甲路边乞食讲，我是上帝啦，我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。你若求我什么货，我拢要互你。
迄个乞食吼，安尼摕一块破碗吼，了看讲敢有影？你若是上帝吼，无安尼啦，哦，我求你，互我即块破碗吼，变做一块新的大碗。讲了尔吼，上帝扑一下就互伊安尼，迄块破碗就真正变做新的大碗。上帝讲，我阁互你两个愿望，你会使求，但是请你要注意哦，求好哦，你求什么我拢要互你。迄个乞食安怎想？伊讲嗨，我即块碗吼，万一若弄破去吼，就害啊咧。所以吼，你若是上帝，互我即块碗吼变做 stainless 啦。上帝真正劈一就会变做 stainless 的。上帝头无可能做啥代志。上帝伫遐作着求，你知毋知？讲，搁剩一项，你要好好求。你要求什么货，我拢要互你哦。所有的物件你求的，我拢要互你。这乞食安怎想呢？伊讲吼，即块 stainless 的碗是真大块啦，讲袂破是真好啦。总是我早起若去分一碗糜，分一碗饭哦，到夜晚就会冷起来咧吼。所以即块碗若甲变做吼，会保温的铁碗，毋知偌好诶。上帝就讲好啊求哦，什么货我拢要互你。讲上帝啊，你若会通将即块碗吼，甲变做会通保温的铁碗吼，我就总欢喜。上帝伊遐摇头，互你啊，互你啊。但是怎咱感觉真好笑，对毋对？是安怎？即个乞食，伊所想的拢是迄块碗。因为伊一世人拢做乞食，伊的思想就是干那伫迄块碗，所以伊所想的嘛是迄块碗，所求的嘛是迄块碗。即摆，咱毋免笑即个乞食啦，咱检测就是即个乞食。咱大家得甲上帝祈求，是毋是拢有共款的代志？拢是遐个代志。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你着大大开喙，我要甲你充满。你着大大开喙，我要甲你充满。兄弟姊妹，请咱以后的祈祷，以后对上帝求的，爱求较大的，毋好阁求遐过去的代志，求你过去所求的遐，毋免阁求啊啦。遐上帝拢知影。对今仔开始，咱要建立幸福，带来幸福的思想，是正面是属于上帝的思想。因为伫基督的内面，一切拢变做新的。上帝要互咱新的自我的形象。健康的自我的形象，因为伊替咱，伊担当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马太第8章17节甲咱咧讲，伊代替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兄弟姊妹，所以咱都爱开始变，爱变。咱的教会若要有新的人入来，咱的思想嘛爱开始变。开发带来幸福的思想有4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，你都要拥有正面的思想。正面的思想是充满希望的思想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除去咱所有的咒诅。保罗离开腓立比教会的时阵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伊真好啊，三番两次带真侪礼物来送伊。迄个时阵，保罗受关于加年，但是伊一点仔消极的意思拢无，因为伫保罗的思想的内面，伊安尼想：伫无好的时阵，我相信会变好，会变做好的，所以我喜乐。所以伊甲腓立比的信徒讲，着常常伫主来欢喜。我要阁讲伊着欢喜，因为保罗伊讲：伫无好的时阵，我相信会变好，所以我喜乐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。想着讲阮都打出来见面，埃及的追兵一大堆人伫后面安尼种的，足烦恼的时阵呢，看着拢头前偏偏阁一个红海，足侪人在想讲，上帝啊，哪有红海？红海敢好？足侪人想讲毋好啊，总是红海真好哦。咱若读这段经节前后，过来想想，红海伫遐真好。为什么有红海伫遐？因为上帝要互伊开，上帝要互伊开，所以上帝叫摩西讲，迄个管仔举起来，叫伊开。
红海就开去，以色列百姓就行过，然后红海佫合落来，遐队兵拢死伫红海中间。若无红海咧，以色列人已经灭亡啊！姊妹，咱对约翰福音嘛读到一个册名叫做巴底麦。巴底麦为什么一出世就册名？因为耶稣要互伊的目睭开开啊！这就是正面的思想，就是带来幸福的思想。有真侪信徒讲啊，我是安怎家庭的经济无好，因为上帝要互信徒会记得1/10个福气。伫马拉基第4章第3章第10节安尼讲你会使饲我，你若将1/10奉献伫虎口的内面，看我是毋是对天的窗仔门拍甲足开，将遐福气拢摒伫恁的身上。啊，第9节嘛是真重要，伊讲恁若无安尼做吼，咒诅要临到恁的心上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经济无好的时阵，请你先反省，你是毋是有记得1/10的奉献？因为1/10的奉献会带来天父上帝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你要过红海的时阵，上帝要叫伊开。你看到青面人的时阵，上帝讲这个青面要开。伊的目睭要开，这就是上帝要替咱做的代志。但是咱爱带上有带来幸福的思想。伫韩国有一个精神病的医生，就带伊遐精神病人去教会礼拜。迄个牧师吼，因为韩国的教会拢是安尼，牧师伫遐讲道了，就讲兄弟姊妹，像恁有病的人出来头前祈祷，牧师伫台顶就安尼祈祷。我去韩国迄间足大间的教会就是安尼，迄牧师祈祷了呢，161个好哦，161个现当场就受医治，哇，看得真感动咧。遐个人吼，听牧师伫遐啦叫吼，用灵语祈祷，足大声咧祈祷，替人咧医病赶鬼。即个精神病医生吼，看了吼，足安尼看了讲。听牧师说，我牧师，我看恁的会友吼，甲我的病人拢共款，拢笑啊，你知毋知？伊讲无毋对啊，你的病人是为着过去笑，我的信徒是为着将来的笑。当然你看觅，有偌济人来到教会，因的病拢得到医治，因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所以你的病人若要恢复因有丰盛的生命甲生活，你一定要来带因来教会啦。你若无带因来教会哦，无法度通改变因现在现状。所以，姊妹，咱对今日开始，都要常常用上帝的思想来想，就会改变你一切的生活。第二个，咱都要拥有积极的思想。积极的思想就讲我心内存着、准肯做会到的思想。伫阿拉伯这个国家，沙特阿拉伯吼，因个国家咧大建设的时阵，足侪欧美这工程师拢去到因个国家哦，咧探勘啦，伫咧讲我这会做一码，安尼做会使袂？真侪欧美的工程师等于讲哇，无法度啦，迄天气遐尼热。你是拢40-50度，也有法度通工作。这个韩国迄个时阵的总统，就是即马这个女的总统的老爸，这个朴正熙，这个总统就甲三星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总裁讲你去看觅，看有法度人接这个工程无？这个三星的这个头家去到阿拉伯甲伊看。转来时阵就去见总统，总统问伊讲，敢有法度通做？伊讲有哦。伊讲人拢讲袂当做啊，你是遐尼热要安怎做？伊讲哦，咱日时来困，暗时来做啊。兄弟姊妹，伊的思想改变，日时来困，暗时才做。哇，这个思想就是带来幸福的思想。大家人讲袂使做，袂当做，因为你是伤过热，伊讲啊，
咱日时困，暗时来做，安尼就将足济美金再转去韩国。听讲迄个波音747吼，安尼再转到韩国的时阵，迄个门也未拍开，门的芳哦，100块美金，伫遐飘咧摇，就落落来，吼，大家捡到欢喜甲吼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带来幸福的思想。所以，咱头壳有爱带来幸福的思想，然后咱个配合具体的行动，代志就会成。有一个金牧师，是宣教师，受韩国派到伫日本，因为伊的教区足大，伊敢若有一只脚踏车、脚踏车吼，无钱通买汽车，因为日本人真恶心耶稣。伫日本的韩国人嘛无偌济，所以教会细细，总是教区足大。伊都爱骑脚踏车吼，安尼巡回又都爱坐一座连骑足忝的，就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我安尼伤过忝啦，你吼，我求你互我一只汽车，伊就伫遐想吼，就写落来。即韩国人的习惯拢是安尼，所以请你咧求的时候，你嘛都爱写吼。你讲乌色放大2000cc， 开无到5万里，无到5万公里，吼。中古车安就好啊。毋是干那安写尔呢？伊安尼写哦，逐日嘛咧操练。伊脚踏车要骑出去时阵，就梆梆，转嘞，逐日拢伫遐操练哦。无偌久，教会派来一个新学生啦。新学生看拢无讲，阮牧师是咧创啥会？阮牧师头壳安尼，敢有啥物问题？后来才讲，原来阮的牧师就是咧操练哦，有思想，有好的思想，搁爱操练。一日牧师都要出门，伊讲牧师，请我甲你温烧啊，冷气嘛开啊，请你上车。嘿嘿，牧师讲即个新学生佫真上道，佫知影我的意思。姊妹，无半年，毋免半年，一只乌色的中古车开无5万公里，2000cc 的放大，伫礼拜堂的头前，伊所求的实现了。总是这个时阵，金牧师甲伊做见证啊，讲我开始后悔啊。为什么后悔？讲我当初他无甲上帝求一个全新的2000cc 的尼桑的吼，求迄个放大。尼桑车当然是比放大较贵啊。兄弟姊妹，诗篇81篇第10节，请咱爱会记住。上帝甲咱讲，你着大大开喙，我着要甲你充满。你若大大开喙，上帝就要互你，无搁求遐细细，求较大咧。这个代志就是甲咱讲，若有肯定的思想，都爱配合具体的行动，上帝就要互你，就要为你来成就。第三个，就爱拥有创造性的思想。创造性是啥物货？是啥物意思？创造性的思想就是讲，你对现状拢无真满意啊，去想出别人想袂到的迄个，你爱想会到。咱要做这个代志，咱来对上帝来求智慧。亲像雅各书第1章第5节甲咱讲的，讲上帝会互咱智慧啊，所以你若有上帝互你的智慧，你就有创意。所以这个圣经安怎甲咱讲？雅各书第1章第5节，伊讲如果恁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，就爱对上帝来祈求，伊就会将智慧赐互恁，因为伊欢喜丰丰富富来赐互每一个人。上帝是真欢喜丰丰富富来赐互咱的，但是咱拢毋敢去求啦。咱计是讲吼我安尼就好啊啦，我安伫现状就好啊。但是有创意的思想，毋是你安伫现状，咱都要有特别的智慧来想出迄个创意。李家栋教授，前浙南大学的校长，伊讲一个故事，伊讲伊是清华电机系毕业的，伊后来去读电机博士。伊讲当初吼，阮逐个同学吼，拢安尼一窝蜂拢是研究迄个数位。
敢若阮迄个同学迄个老杜，伊在研究类比的，哦，咱即摆拢换做类比对毋对？因为数位吼，足侪人咧做，到尾拢袂趁钱。即个老杜吼，人伊在研究类比的，到尾佫家开公司哦，佫出股票，趁甲无讲去。即个老杜呾会安尼？当初人逐个笑伊笑到讲，逐个嘛研究类比，你逐个研究即个数位，你拢研究类比的。即摆吼，逐个人毋敢笑啦，以后迄个面子过来大吼，公司开甲足大安。所以，即摆咱一定要有创意，要有创意，就要对上帝求智慧。总是咱要注意哦，魔鬼的思想嘛会定定出现伫咱的脑内呢。有当时咱咧祈祷吼，祈祷一个代志，但是魔鬼会出现讲，免祈祷啦，迄个吼无法度啦，迄个做袂到啦，魔鬼也定安尼讲。所以咱知影，咱若拄听到即个声的时阵，咱就叫魔鬼离开，命令伊离开。魔鬼常常甲你讲，迄无可能啦，迄有可能，拢是咱来用圣经的话来甲伊抵挡，来甲伊赶走。圣经的话会改变咱的思想，互伊成就代志。因为圣经的话是有气力的，会通成就代志的能力。所以请咱宣告，咱家己来宣告，咱嘛甲前后边的人讲，我看你一生拢是真成功的人。来，我看你一生拢是真成功的人。家己讲，我一生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我一生是一个成功的人。第四项，咱就要拥有生产性的思想。一个人若定埋怨批评别人吼，也是夸耀家己的过去，浪费时间，这拢毋是生产性。生产性就是爱去营造你的意向，去立你的目标甲计划。创造出天国的价值来荣光上帝，这就是有生产性。伫韩国发生一个代志，韩国的军队甲遐新兵有一个军队甲新兵讲，恁捌伫即个韩国的饭店大饭店，捌做过即个伙食的人爱伫灶骹，迄饭店的灶骹捌做过即个伙食的人，请恁举手，因为咱要来经历出来做这个伙食委员，敢若其中敢若一个举手尔，这个班长就甲叫来讲，你是做什么代志？做什么工作？伊讲我伫首尔迄间上有名的大饭店，专门伫甲人客食剩的菜伊内面留迄个饭粒我就甲硬起来，然后对即盘菜佮送去后一个人客食。即种诶，毋是敢若咱台湾有乌心油啦，韩国嘛有乌心菜啦。我咧讲即个道理诶时阵阮诶信徒礼拜所讲，团长，对间饭店我袂使讲啦，讲袂好就向过啊咧。逐个拢无关心讲，咱着爱有生产性诶思想。干咧问讲对间饭店，即摆咱若无有生产性诶思想，咱无法度通发展搁较大的事业。咱的教会要争取万人的教会，30多年前咱就发出这个口号呢。不过，咱敢若甲这个口号放伫嘴的内面无去行动，迄就是无生产性。所以对今日开始，咱要开始行动。我已经倒转来咱的中间，我嘛请做咱的会友，要甲咱做伙来行动。因为我嘛68岁了，总是恁看我要足少年。什么人敢讲我老？莫讲我老啦，我偏偏较少年啦。因为，所以咱要有生产性的动作出来，毋是干留伫喙咧讲啊。讲我要真多，讲伤久无实现，拢变做口号啦。会互咱的子孙笑，讲管咧前代人是咧创啥货安尼。讲发遐久啊，发30年拢无真做万人的教会。伫韩国有真教会咧发展就真紧
迄个牧师叫做李宗锡牧师啊，李章硕牧师啊。过来边，我听伊的讲到，伊来训练这个文道训的学校。啊，这李章硕牧师吼，伊是这个Oxford 就是牛津新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发展伊的教会非常紧哦，对几百人里面发展到700-5啊，规个都紧长啊。教会去一间礼拜堂，一当坐1500个人。我心肠要落成的时阵，牧师就讲：兄弟姊妹，请将你的朋友、将你的厝里的人，拢家招来，互咱的教会招甜。啊，有一个长老呢，女长老，等于甲伊的先生讲，伊先生是大学教授，大学的副教授是气科医啊，嘛咧做气科医，啊嘛咧做教授。伊讲：老公，阮礼拜堂已经起好啊呢，啊你平常时互我的钱吼，我嘛有喜奉献嘛，啊，请你今日对我来教会做礼拜啦。你看嘛咧，我甲你结婚20几冬吼，啊，我即马做啊教会长老，啊，你拢无一摆甲我去教会礼拜。老公，请你今日甲我去啦。啊，迄阵吼，即个医生吼，心情有较好哦。好啦，今日看到你的面子，我甲你去教会一摆。啊，就甲太太去教会。啊，他也是女长老啊，礼拜堂，韩国这个信徒吼，对牧师真尊敬啊。牧师讲：后壁兄弟姊妹，请恁拢坐来头前。我就啪拢坐来头前。后壁安尼空位750多位伫遐。牧师都有看着讲：迄个女长老吼，啊，搁边仔搁坐一个人，就毋知咧要讲什么人啦吼，要讲这到底什么人？啊，牧师讲到了。哇，讲了非常好啊！圣神感动，圣神充满，伫全会场中间。啊，讲到了，啊，牧师拄想要祈祷的时阵伊忽然间即个教授举手，讲牧师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。讲什么代志？啊，看伊边迄个女长老在扭啦，在扭。哇，原来这是长老公啊，长老的老公啊，啊，长老公毋知啥问题，这牧师紧张起来。有啥问题？伊讲，我毋知影基督教的道理遮尔好呢。好，今日来听你的讲道吼，互我足感动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啦，后壁这位是安怎空？因为阮教会都当起好尔，所以后壁迄750位吼，即摆拢空的啦。阮毋茫有较侪人会来坐满啦。伊讲牧师安尼啦，后面这750位吼，我包了。牧师听者拢讲叫哈，750位我包了。这个医生吼，真正足热心啊！听到真理，开始放弃所有代志。隔日去学校教册到拜9啊拜5，都甲伊学生讲吼，礼拜日拢爱去迄间教会礼拜，无去礼拜，请你小心哈，不要让我当掉啊！当然，这是我家的话啦吼。学生大家吼，教授咧讲啊咧，阮知这教授吼，咧讲咱在听，啊，就学生拢走去礼拜。啊，患者来看喙齿，你敢是基督徒？讲我毋是啊。明仔载哦，礼拜日你若去迄间教会礼拜哦，我甲你拍9折。嘿，为着要拍9折，人伊嘛去呢。安尼一个、2个、3个，暗时干安尼尔，伊动作足济哦。到拜人吼，电话寄起来伊敲，什么人啊？明仔载爱去对间教会礼拜哦，迄间教会爱招订哦，迄是我的愿望。爱朋友吼，本来吼拢在甲伊拍麻将的，伊讲无啦，以后礼拜日无拍麻将啊，拢都爱去礼拜，麻将倒啊拢爱收起来吼，本来骨力地啊拢收起来，大家人随便去做礼拜。姊妹，这就是有成山性的属性，这款才是成山性的属性。无一年1500个人会到坐甲地地。无师我要紧张是讲要搁见长啊哟。姊妹，咱一定要有成山性的思想，咱用带来幸福的思想来思想这个异象。咱的教会每年要
超过1000人来礼拜，有阿妹无？咱家己讲，甲边仔后前后人讲，咱的教会明年会有1000人来礼拜，咱的教会明年要超过1000人来礼拜。明年50周年哦，人生几个50年，咱真欢喜会当拄到这个50周年。因为因为对今日开始，咱都要有拥有生产性的思想，带来幸福的思想。我直刷断就是要甲咱做伙来做。咱大先爱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咱的教会开始爱行动，会进步起来。明年咱真正会超过1000人。当我即几个月在祈祷的时候，我定定为着这迦南教的祈祷啦吼。啊，祈祷的时阵，我会看到过来场的现象啊，教会1场、2场、3场，坐甲甜甜，已经坐甲甜。啊，还佫有咯，毋是干那安尔，下晡还佫有第4场、第5场啊。因为因为你莫看做这是假的，真的呢，因为我有看到啊，咱还佫有足侪事工要做啊。明年咱要超过1000个。搁再讲一遍，现在甲边人讲，甲省仔人讲，明年咱要超过1000个来礼拜来，明年咱要超过1000个来礼拜。腓立比第4章13节安尼甲咱讲，咱做来读来，我靠着迄个加添我力量的凡事拢会通做。保罗吼，伊咧讲即句话时，伊是咧讲物质的方面啊。总是到伫今日的信徒，毋是安尼想哦，逐项伊都拢想，我信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就是所有代志拢会当做。所以咱靠着迄个加添咱力量的，咱凡事都会通做。有真侪人拢会晓背即个经节点表，会晓背举手，毋免客气啦，会晓背举手，后来放落来，啊背了怎样？是毋是你所想的代志，你拢凡事做得了了？有做着无？有做啲代志拢无做啊！吼，为什么要是袂当做？因为即个圣经节一直停留伫咱的喙内底。对今仔开始，即个圣经节毋是停留伫咱的喙，咱要用真正的思想去来想，要用行动去甲配合，互咱的思想马上来行动，就咱。要教会明年要超过1000人，咱也安尼讲，我会使，我可以，我要安尼做。做伙来讲来，我会使，我可以，我要安尼做。咱也常常安尼宣告的时阵，用咱的目睭去看。我像祈祷的时阵吼，我是用彩虹的祈祷，就是7项的祈祷。我定来讲，用讲的上万啦，上帝用看的啦，迄叫做图像的祈祷，所以我用看的。教会一场一场拢一甲甜甜，有足侪牧师，有足侪遮区长，拢伫遐咧做工课，非常非常的拍拼，拢伫遐咧看。诶，今晚咱的教会，明年就要讲做市场的教会，咱就用行动来配合咱的思想。他拄仔讲到迄个金牧师，伊去日本以前，伊是伫香港，伊是宣教师。这个宣教师，伊到香港的时阵，接到一通电话啊，是教会31岁的信徒敲互伊讲：牧师，你有在替我祈祷无？牧师讲：袂记啦，等搬来吼，代志足济，歹势啦。我会记你，我以后会记你替你祈祷。因为恁若有写讲叫我替你祈祷，我逐工拢替恁祈祷哦。虽然咱离开遐尔久，但是我逐工嘛咧替恁祈祷啊！恁若特别讲长老，你着替我祈祷啥物，我拢有替恁祈祷，无袂记一啦。即个牧师吼，袂叫歹势啦，我以后会替你祈祷。一个月了，迄个青年佫敲电话讲，牧师，你到底有咧替我祈祷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若嫁袂出去吼，你要负责任哦。牧师讲好啦，我会记啦。无偌久吼，就搬去日本来，就去日本他到讲迄间教会。伊佫接到迄个青年的电话讲，牧师，你真正有在替我祈祷？我惊是安怎拢无找对象通结婚？
伊讲会啦，你会有对象通结婚啦。迄个牧师吼真疼牧者，吼，伊就去日本的遮迄个阿帕多吼，迄个帕多吼，迄个什么迄个啊，百货公司买即个皮夹啦吼，皮带啦，内裤带啦，吼，逐项韩国人听讲要查某囡仔人要结婚爱10项的礼物吼，迄种啊要甲别个，啊包装甲好小势，啊内面甲附一张批。安尼讲，姊妹，请你逐工爱安尼祈祷，讲主啊，皮包啊、皮带、内裤带拢有啊，总是伊的主人伫倒位。这个姊妹哦，真正哦，逐工吼都照伊牧师的话讲，主啊，皮包啊、皮带、内裤带拢有啊，总是伊的主人伫倒位。无到3个月。牧师阁接到电话啊！牧师讲吼，若接到伊的电话，拢拼命带，你知毋知？啊，讲牧师，你会当转来韩国买？啊，牧师讲转去韩国要创啥？伊讲转来替我证婚啦！阿免，阿免。上帝真正有听伊的祈祷，所以当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请你免烦恼。你若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佮配合迄个具体行动，上帝就会甲你成就，幸福就会马上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咱定定爱用心宣告：我会使，我可以，我要安尼做。请咱搁再讲一遍来：我会使，我可以，我要安尼做。愿上帝祝福恁大家。互恁拥有带来幸福的思想，完全改变你的生命甲生活。也愿上帝祝福咱嘉南教会，明年要超过1000人的教会。阿免。请来祈祷。但即摆咱中间若有还袂信耶稣的人，请咱家己来想。你一生幸福吗？你的生命是毋是充满彷徨？毋知要对倒位去？而且我要甲咱邀请，因为信靠耶稣就会终止人生的彷徨，信靠耶稣就会终止人生的彷徨。你今日还袂信靠耶稣的，你无认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今日是一个机会，你会通举手，我要替你祈祷。咱中间有安尼的人无？咱中间有安尼的人无？请你举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。对阮看到阮的兄弟甲姊妹伫这个中间，因也未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，因的人生充满彷徨，毋知要对倒位去。但因今日决志要来信耶稣，主阮感谢你，因为信靠耶稣就会终止人生的彷徨。主求你的祝福伫因的顶面，互因的人生对今日开始。完全改变，成做幸福的人生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阿多主。上帝福气要甲恁三个提提。我恳求上帝福气要定定伫恁中间。感谢主，罗伯的恳求祈祷袂堪，就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